大家好，我係美聯旺鋪 Ivan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皇后大道西371至379號樂信大廈地下嘅 C&B 號鋪，就係我後邊呢間 cafe 啦。咁物業位置於呢個港鐵西營盤站 B1 出口同埋呢個香港大學站 B1 出口嘅中間位置，由每邊行過去都只需要3分鐘步行路程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物業面積約1600平方尺，寬闊約30尺。鋪深約43尺，環境非常之舒適。夜晚仲有 live band 伴唱，而且呢個租客租用咗呢個位置已經超過10年之久，買嚟投資收租絕對係一流之選。而我哋間鋪落一條街嘅德輔道西，一邊係華大誠品酒店，另外一邊係萬怡酒店，而後邊仲有中聯辦辦公室大樓。如果對上述物業有興趣或其他幫到手嘅地方，可以聯絡我美聯 Ivan， 一定幫到你。